第15课注音第一部分的练习。例句：第一句，爬树仔也是放风吹，拢着细字求平安，毋通跋倒。第二句，伫竹坡边仔食芳芳佮澎湃的料理，是真享受的代志。第三句，伫东平的中学内底，有阮斗阵成长的记忆。第四句，天白疼痛，互阮得到透放，进入永活的天堂。第五句，无做工，小马种惯，串马串讲久，这敢叫做种匏仔生菜瓜。第六句，人咧控药，伊煞伫边仔翘骹开讲。第七句，煮饭无必然是查某人的责任。第八句，菜市仔真心色，有人闭手软拣葱仔，嘛有人褪赤骹买青蚵。